智慧人片流出，小范冰冰玩跳樓，蒲鴨店同霆鋒小四李美希嘴嘴兼互摸，嚟多個性感睡衣 look，webcam 教用電動性器具，再智慧埋添。呢一大堆近日喺網上流出嘅鹹嘢，通通都關佢事。邊個知唔係有小范冰冰之稱，內地宅男女神90後嘅楊奇涵咯，無啦啦成為負面新聞嘅風頭躉。奇涵就懷疑壓力爆煲，竟然哇唔係搞啲咁嘅嘢啊嘛！上星期四佢喺北京王府井一間賓館10樓話要跳樓，又拋張高踭鞋同錢落樓添。最後俾公安拉返入屋，再送院。佢助手喺微博證實事件，仲話奇涵隻手要縫6針兼留院添。咁睇唔開都唔係冇跡象㗎。佢近排就喺微博話：對唔住爹哋媽咪，如果有來生，一定好好報答佢哋。又話自己俾全世界拋棄，反而輕鬆添。不過網友就唔多拜啦，質疑佢今次跳樓都係炒作，仲話想紅要玩埋命添。